乜嘢都要，就乜嘢都得唔到。賽季第2次遼粵大戰，廣東隊唔單止唔可以好似第一次咁大勝，仲大敗。最近5場比賽已經第4次失利。先講呢一場比賽咧，係崔永希時隔688日之後嘅回歸 CBA， 亦都係闊別職業賽場458日之後嘅復出。上場10分37秒，5中1、2分3板、1封蓋、1失誤，正負值-8。令人印象比較深刻嘅係唯一嗰次運動戰得分，面對趙繼偉防守嘅時候，用身高優勢轉身命中一個中距離。呢個得分位置咧係廣東隊需要嘅。但係都睇得出嚟，崔永希係處於健康保護期同戰術磨合期，要慢慢去揾感覺。只要避免到傷病，佢仲可以不斷提升。但係球隊而家面對嘅問題係刻不容緩嘅。呢一場黃少傑冇打，焦博橋上正選。焦博橋發音我哋跟博言自處，志向高遠。喺賽季之初咧，其實我哋都分析過，焦博橋同蘇寧加嘅雙塔存在住速度問題，都睇得出焦博橋佢已經好努力提高佢嘅跑動速度，但係又暴露咗另外2個問題，一個係節奏，佢好積極去高位掩護，咁擋完就要拆，涉及到轉身，正係轉身同順下過急擋唔穩，過慢會錯失順下機會。焦博橋全場4次失誤裏邊，掩護失誤佔比唔細。需要適應節奏同一啲演技。另一個咧，佢喺國家隊都出現過，喺一啲轉換過程裏邊，特別係搶咗防守籃板要推快攻嗰陣時，太急導致到傳波失誤率高，可以睇準咗、確定咗再傳。不過佢急都係可以理解嘅，因為想快啲融入球隊。從第一節開始咧，蘇寧加好想通過策應揾到之前黃少傑順下嘅位置，但係都唔啱。而3分命中率低咧，亦都同內線打唔入、空間拉唔開有好大關係。上一條視頻講嘅問題，呢一場進一步被放大。當開局唔順利，雙外援嘅前3節要指望雙小外去快攻搶分，佢哋好快到國內球員只需要參與防守就夠。蘇寧加就更加冇上場機會，而回旋鏢就係單外援嘅第4節反撲無力。徐傑打咗12分鐘唔到，喺第2節嘅後半段想打1-5，但係又好似思想上唔係好統一，呢邊又想搶快，嗰邊又想單側做內外配合。黃少傑唔打，影響化學作用，開局不利，追分有壓力，外援佔比過重，仲想激活崔永希，多重影響之下，只有2個小外援嘅得分上雙。呢個賽季廣東大敗嘅比賽，其實都係得分點太少導致。呢一場雙方都係12人上場，但遼寧打超過10分鐘嘅球員只係得6個，廣東隊有10個。乜嘢都要，就乜嘢都得唔到。好唔容易等到陣容齊整，磨合需要從頭開始，可以考慮先統一一下，從熟悉嘅1-5做起。下一場又對新疆，都可以考慮埋調整人員嘅上場時間，唔需要都咁均勻上場嘅。快唔係唯一嘅節奏。